剛剛咧，我同太太咧係投完票啦。為咗方便大家投票咧，今次政府係推行咗多項措施，包括咧我哋係延長咗投票嘅時間。我哋今次設立嘅票站咧，除咗我哋一般票站，我哋都設立咗好多專用嘅票站。例如咧有10個票站咧係方便紀律部隊同埋公務員投票啦，有7個專屬票站咧係俾醫管局嘅醫護人員投票啦，有2個係專係俾少數族裔投票啦。我哋亦都為咗照顧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咧，我哋設立咗3個專屬票站。另外咧，為咗方便出入境嘅選民啦，我哋喺3個地方設立咗票站，包括喺上水啦，包括喺港珠澳大橋啦，同埋機場嘅出入口管制站。大埔宏福苑嘅火災，我哋大家都好悲痛，所以我亦都講咗，立法會開第一次會議，政府就會提出第一個議案去討論我哋點樣去支援災民。所以今次係代表我哋推動改革嘅一票，係代表我哋守護災民嘅一票，亦都係代表我哋凝聚力量、共同前行嘅一票。